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姑劉浩明。我哋以前在讀書的時節，常常會有啲學生嘅規劃畫圖。可是我哋每筆比賽的時節，經常都會喊去比賽。但是有時經常都會講啊，唔知㗎，冇見畫圖，畫唔到事。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利用也FIFA畫天分，唔單是天數嘅爸爸媽媽，其他也有弟弟妹妹，一般把這個家庭照顧得幾好。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來自美濃嘅鄭文忠鄭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鄭文忠。文忠先生啊，請我問一下吼，其實我哋點講更加好，都點過好FIFA，但把FIFA吼推廣一啲好高嘅地步。但是我哋想看看，其實你幾成人推地步又好，你像我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到同樣，我講冇畫圖嘅，畫唔到事，佢其實我本學畫圖咯，冇你講，唔當初很容易行路 FIFA 一條路嘅咯。哦，我特別做韓式就幾好畫圖，我係國泰咯。叫做我們都這個畫圖畫到曬啊！嗬，你知你講咩？我媽媽話嗬，如果修法，修法咯，所以我去揾個師傅畫圖錯過啊，那邊修。我做面看個畫圖現在在畫咩個咩？咁你咪畫有錢啊？你咪都畫多是他。我剛才講了畫家做畫家咪做畫多是他，我真係明啦。所以我叫做面頭學。可以讓我畫，我就學起來。嗰個就，我同媽媽講，唔是像你畫，我這個畫。我畫比賽，因為間你要省錢嘅，間你係要冇糖冇買嘅話，我把希望拿錢去本師傅嘅錢，我就落起來買糖嘅事咪都幾好啊。我同我媽媽講，我這個畫，伊講啊，你嗰種唔是拿錢去嘅，要省錢，要會畫，越畫越好，就變啦，佢專業嘅，很細就會畫出來啦。嗰時幾時人有天分地步啊？嗬，你等於你講爸媽幾時愛修法啊？然後你發現幾時愛有啲樣本嘛？修法愛有樣本可以嗰種。嗰時幾時樣本係同人用買的啦？哦，搶師傅發，搶師傅發，俾一些錢，俾一些收費。嗰時但是看我發現奇怪，明白畫你畫幾幾行，唔用看你嘛，喺度即係練習嘛會畫嘅。你同媽媽講，你這個唔是伊買嘅，你畫本。我用啊方法我哋很細粒嘛，嗰種我都。去買紙哈，買咗看個玻璃窗啊，從我哋牆喺度都描起來，真係學起來嘅。啊冇咧，下晝咪翻咯。咁呀方法係乜嘢教你咯？我這個想，你這個想啊，其實都有啊你的陽光輻射的概念嘅。係，我都從個玻璃窗帶回去後，真係描起來，描到我媽講我畫個像。咁但係規劃啲哦，做我嚟畫都留一個起來。啊我畫個都比修法，真係學。其實無限地方，我哋對侬爸爸媽媽都對鼓勵，我哋冇都肯定，我哋有安尼能力的啦吼。咁問題係，讀書以後咯，讀書現在話我講，唔是畫個都使咩？咁後來，一開始都我哋讀藝術課下，還是講幾時唔係要讀別的課啊？佢係冇藝術課啊。我係小學嘅就會畫圖，就自己畫啦，冇做天啊畫咩？啊畫上畫咩？做不人媽咩嗬？按過我都冇畫嘅，按做修法嘅，我媽媽修法嘅做畫，做印花印紙咩，個都留印到，我喺邊就佢買花嘅啊，真係咩啦？咁其實過小時間咯，過小時間，唔知講是唔知講畫圖嘅嗰種天分有本嘅欣賞發現。誒，畫就叫用美術課咩？我就會畫就疊喺後背框。不是，我全部會比疊喺後背啦。安尼做到就是我個畫圖啦。我叫嚟面度畫嘛，嗰度就亂畫就做嘅啦。你講個50次同啊？咁國中啊，你講國小哈，國中以後畢業以後，你幾時馬上要去專門畫圖啊？還是講要拍啲那種偷拍啲模樣嘅課呢啊？冇啦，我初中畢業嘅嗬。叫嚟面度畫圖咯，冇買個美術呢學看，冇買個美術課嘅啦。我叫我爸爸做面度啊，唔知出真好教啊，家庭環境唔好咩，3年出來都要條路，都多條都要賺錢咁樣啦。我做中學咯，因為做太好咩，因為我冇在做欣賞呢做啊。我連家庭個苦人做真好個做，所以我爸爸做話我幹脆做工業學校，工業出來做。因為過賺錢嘅都建築課啊，出來都做唔嘅賣啊，
我伊个也有几好，我也是考台南工业，结果都考对吼，都读工业个，都读营养，今日都有美术课程啊，因为制图哦，要有个美术的技术嘛。我做伊个有几好哩吼，我做出面就读了个错个咗啦，真系。其实今年推地杯啊，吼，真正都讲，虽然呢差不多读书读到一站的时间就好，卢卡人如果还唔去前面的快白可以前到过好工作的一个读书，其实嘿，嗰种读建筑课，其实我真是完全可以了解讲起今年推地杯，因为这出来以后，我希望其实台湾差不多开始发展的是，希望嘅人吓，我设计图啦，嗰种我希望嘅人是个人才可以多，嗰种喺轮都都建筑课都一直读到毕业下，冇错。啊没啊你，出个营养啦，爸爸唔希望你读建筑课啊。出个营养啦吼，我哋实习的合法呀，我出去测量咩，然后有古代测量的，做建筑的这都有需要测量。测量我个都，我哋去办的全部罗曼特样的，全部quite好搞嘅，测起来都专门看细妹啊。所以咧，我哋去台南公园看细妹，全部我眼看来细妹个讲啊，吼，啊，可能佢有一群人喺度画图啊。啊！睇啱樣入去又寫啦，又寫埋地方，做嘅地方佢咪講講啊，看嚟台南市方面啊，佢都有藝術課，體育藝術課，出嚟公園畫圖啊，啊可能佢羨慕啊，啊我都在看啊，你咪講台南市方面，咪講藝術課嘅啦，啊又寫咩按講第一次嘅這個因教因了，我一直因畫圖，我哋一直是那個測量，因一直那個畫圖，我後個又個強壯啊，又個氣味喎，所以。啊，出个人毕业未？出个人咩？暑假啊，都偷偷做考台南市，万边了一考都考对啊，可能都唔是钱咩？俺爸妈家都算咧，安怎画图最画多三去来处理，俺反正唔是叫咩，我做退学，公园个都唔读嘅，俺做读台南市艺术课，佢对艺术也开始有根本嘅那个正式嘅样的。欣赏高能量的画作，这样开始有艺术嘅大作嘅啦。嗰時陣，即係建築課嘅欣賞，我講一隻猴子，佢腳細妹腳嘅藝術課去，同埋個嘢見我去通藝術課去。而家點解我腳細妹咯？因為唔好按講，我咩欣賞，我欣賞佢2億多錢對嘛咯？按他嘅時候我出來又搞社會，我搞高中已經2億多錢，佢下嘅錢哦，已經欣賞嘅錢已經係多啲。我出個3年畢業嘅體驗，已經有450萬人啦。按明啦，我有3年前出個欣賞馬上400萬人，已經有400萬人咧。佢欣賞個如果按講咯，我家嗬，伊從欣賞個退學了嗬，伊做忙啊，因為我家係體名咧，我一般咧係體名成績幾好啊，啊冇我嚟考台南市當中，冇準備時間考到。那個唔係講啦，係講我對藝術個有興趣，啊做建築因存。如果有冇錢咩？俺個要吃個煮飯，所以要細個熟曬個就個出國。啊，伊時候個又皮嚟我做，又上課做，嘛個都唔值錢，又濕又黑，又個爽快。啊，又按個藝術個都難唔合辦，啊，又從咪從這邊出去發圖個爽快。嗰陣我想講，而家時陣以後，一定想講也雜個，怕有別的想法喎。咁至少頭頭我哋喺現場有講到講，後來睇太好以後，如果開始真是有許多我哋咧美術的一個專才嘅一個訓練，其實你睇太好學物嘅東西。咁咩就師範學？師範學人哋嗰啲學物嘅。都學美術啦。係，其實美術嚟講，有啲藝術講學美術的歷史啦、美術史啦，哈，無論我哋各個人派一種畫法，其實他們都有用嘅一種學習嘅一種書法。開始學素描，畫石膏像，個畫水彩，個畫圖案設計，個做學工藝，做那個做嘅嗰度嘅嘛個，嗰種我哋藝術個課程，啊其他嘅這樣讀啊，啊嗰種術課啊係學課咩？佢中途都時常有講到講，一開始我哋都種素描嘛哈，素描開始我哋學畫水彩畫，也係更加我哋差唔多我哋學美術嘅人，大部分都行呢個路。可是其實你這個萬世夢中有天分，但是你這個冇受過真我哋講傳統嘅教育，你特別畫素描時間，你可以接觸到一啲畫毛東西冇？我啊，3年行業冇畫過素描嘅人，現在考試啊，
俺说先一开始就发馒头啊，然后后面用我挖过久未啦，嗰时候先发一个馒头粉的。颜色搞上啊，一个做臭臭的用呀。好用馒头在做臭臭。馒头累啊咧做臭臭的，然后阿们怎么好，嗰落个肚皮都那是呛呛啊。啊，才个有咧用白皮啊，后面人家弄起咯，我真係冇食飯咪做個。啊，才個有咧做要做嘛個咯，累啊，這個有冇食，搶個食那個包呢。看來發圖個就做出咗，啊，我咧曉得發，我做用鹽皮發，我咧是涼嘛個咯，做鹽發一下就發好嘅。結果我這時呢看到嗰種人嗰個發嘅嚇，冇烤到，啊，我有烤到。其他人以後講一樣嘢都係會冇，我司法蘇斯冇看到班責啊。結果呢，一樣嘅烤時嗰個純粹啊，福口也好，食口也好，因為肉翅。唔過發圖烤時烤冇好啊。啊，我就講，我做個圖書，我靠體面嘅人咧，啊福口幾好，啊發圖又幾好，所以冇好啊發，我可能唔會俾人個查，所以我都一層樓時啊嘛，我哋面容初中去個靠兩個人咧，我都其中一個人咧。嗰時對嗰時就冇伊啲基礎嘅人來講嘅話，唔一批以後發現線上教嗰種乜嘅講樣啦、食材啦，對人來講都冇問題係咪？我講我都曉得啦，本身唔是講我都曉得嘅啊，啊我發東西都想到有講樣有乜嘅啊，所以講到話就佢順啦，啊有講冇講我都嗰個，我都未到有講冇講，冇啲線上發邊個查啊，我當然後生嘅唔知省事門咪，我線上要安慰。啊，我發要差唔多，我發每種人都變，嗰種比過我用。啊，只係個印發落嘅，講嘛做按你樣式嚟啊，所以發出嘅東西哦，印發印出都印難啦。啊，後生嘅人家出生之都不依附啊啦。嗰好多時話都歸位多樣嘅，哦，都咩到即個歸位，啊，只係都很差得遠啦，係咪啦？伊啲萬世嗰有天賦嘅聲音咧，後來都走去啲司法學校學畫圖。以後來發生乜事情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再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這份鐘先生同人講，伊對國外畫圖嘅聲音咧，後來考上嘅師範學院。我想問一下文鐘先生吼，後來師範學院接觸到按照正統嘅嗰種美術嘅訓練以後，後來你做先生嘅係咪？錯。邊個係做先生？邊個係做先生？個問題係做先生嘅薪水其實好冇啊？而家43年畢業。就社會教已經要450蚊元。嗰幾時間我教咯，450蚊係算個薪還是算大薪嘛？幾苦啊！幾苦哦！那個從係資源嗰樣事啊，那稅務嘅，稅務嘅我哋嘅房租見到40蚊元。哦，嗰啲四分之一咯，拿去拿房租嘅哦。其實很多啊，政府嗰啲津貼哦，按一租啊，吼，最起碼100元啦。咁就變1/4的呢？呀，做冇嘅，啊做到上班又係食飯咧。咁我記得我這個租啊，一間租呢個嗰張8兩元啦，3萬元。按佢一間嘢唔係適宜到間租呢個。係哦。冇咩個不是有租呢個呢？嚇。按佢有米啊，有批給嘅啦，佢有批給，廣告有批給米啊咧。所以生活個情況，一間人嘅單純生活啦，將件後生嘅啦嚇，我唔拉用啊，冇可能講攞不出啦。怎麼去個做？其實爸爸媽媽一聽我講，誒，當初伊從建築呢，咪建築科咪都蠻過好，錯嘛？啊，唔過反正有范老師說，這有條路咩啊？特別我爸爸又講啊，吼，做先生做乜嘅啊？騎馬苦闖呀啦，騎馬講法都拿到苦闖嘅都完全嘅意思啦，這有范老師啦。冇穿太前，但是唔係我事啊。行出伊嘛有啲排頭啦。啊，做先生雖然人家叫佢大嚇，但是唔係我事。我學生意嚟都幾辛苦。嗰幾時間我哋講，我哋幾時講，我哋有繪畫市場，畫圖嘅一種市場，我哋有可能有啲人畫佢賣幾多錢。嗰幾時間睇地方，非法市場應該冇按冇人買圖呀，冇人買圖吧？咁你畫個圖，後來又賣出去下，還是講
又拍得无去我第二花就是为这个心思啦，免个卖花啦。爱花爱妈妈做那包头丝人诶，个紫龟盆诶，龟好种出来。你看头丝人个一等奖。龟好包我嘛，你龟好哦。哦，第二来买卖土了，还是花土的心思啦。第二个经济吼，他个人该苦咩？功夫较多个什么呀？吼，哎，叫修3年功夫无多样，叫台湾很该苦啊，他个该辛苦。啊，过呢，因为我老大，哦，我妈妈仲系土家嘅，啊土家来毕业家吧，啊我土高原容易跳落水上的，我那个有田啊，那摩托啊那个高速嘅，土种田嘅，如果田用人做啊，吼，所以我说嗰做蔬菜咯，我做土家的。可是你看到土家以后哈，马上我哋讲负担又个太哦。哦，咁其實用生人嚟，一個用生人嚟要收費，要攜手一個睇嘅。咁其實係樣咯，佢第二睇路卡是，路卡唔是稅務嘅咩？我有示範嘅，他個情況是做唔是花萬個錢，生人嚟做阿媽佢好，阿公佢會聽到圖咩？第二個係國用師，嚟做木骨嚟啊，嚟做睇老闆印花圖印告訴啊。第二個嘛，講係做差唔多係43年。經驗咪48年就可以發展，而家有個發展，而家嗰陣係冇乜個花廊，有冇個文化中心，冇乜個那個美術館嘅啦。而這個新聞部啊，而家有新聞部有一個花廊，嗰張700年可以發展嘅，我們講係要可以發展咯，係都可以發展嘅。民國40年也是可以發展，唔係講60、70年嘅事情咯，這樣係都可以發展嘅呢，做花家呢，啊，這個開發展了後，個沙莊啊，就看喺度個欣賞喺度。啊，我講好，繼續要重批批。如果欣賞喺度都唔懂，我講係小好搞事嘛，又唔係幾有錢。如果人家做個得着，免費不用啊你啊。我個攝影機在同嚟修，我老師各有本事呢。沙莊有個欣賞呢，啊，佢有一個人啊，嗬，嗰張行安尼個帶船嘅人，嗰張個有錢。也過後面說，佢看到做成係買土啊，一種買多少，因為做買300。300有對，我一定要得薪水嘅吼。買做買300，買2棟土都買600。啊，佢同阿媽講，我做用買嚟，用買咯。啊，一種買300，跟住按貨價咯，跟住包條市場嘅用啷個嚟啲。啊，佢每個太個有人買土，這樣做咩同啊發土，端子發都是啦。啊，睇到家嘅我禮拜一放假出個幾月，我聽到做些咩耕田啊，啊你有田咩？啊聽到標水嗰度，啊個有人啊做帶花個水發土，因發好個水冇標到土發或者幾月，我標到水你發咩發到曬嘅，不是本人買呀幾發，特別那還是話本人講發土發到曬咗嘅，啊見到發，啊特別高橋都高到曬嘅，那棒球國手全部高到曬是嘛，死在冇人同人嘛。係啊，因為以前的之前因為講，這個都土圃用啊吼，乜個都唔是土漿的啦，要耕田的呀，係要林皮的呀，叫做最好啦。你其實就我哋咧我們講，啊吼，給交朋友啊吼，要開皮的呀都可以的啦，因為其實耕田都最重要一件事情。有田咪在耕田，民農家都農業少在耕田。係啊，咁其實就你這個，我記得其實吼，你這個係咪？弟弟妹妹其實嘛，讀書嘛，吼，即個因為有路卡學，好冇？咁將有條手邊全部係咪對畫圖也比較傳統咯？嗰個做生意會睇嘅，小學嗰度讀中學嘅，啊讀高中嗰度出嚟可以用是通嘅。啊嗰時間唔睇，最近喺上下生意啦，嗰度可以用啊，啊所有嘅係要示範要叫他來用。係啊，等下面老家呢就搬出來，將生意呢路卡搬出來，我唔耕田嘅，我說我媽講唔好耕田嘅，耕田搞唔到曬，也好，等下都搬出來，佢就稅務嘅，這樣係應該記一件，啊佢搬出來咯，我想我哋一搞，我一雙神咩，一搞中學，或者高中嗰啲，要搞大學，啊讀書啊，要冇錢咯，都咪，這樣有檢定考試可以考試，你考中學嗰樣可以考。將來讓你去國考用嘅呀，你考有本事考對，你就有資格考中學，你自己考中學考試，考完我個月考試啊，都考對，考對我都搬出來就是這樣嘅年紀話已經變咗900人，
做面都搞到3年，生意呢要读高中诶，我都办出来，就办出高中了，今日要考高中教育，所以我虽然冇做嘛个太好样嘅了哈，国中教师高中教师我全部有资格，我从考试叫那个教堂嘅考试馆啊，你要按要考咯，他讲你3年冇对要重来，要考在这，因为考5年又考唔上，我冇4年就全部考上嘅，我做咩有太好考试可以考，我就考太好嘅，唔系读太好读博士啊你啊，所以你嚟讲，嗰啲叫社會化啦吓。你變成講，其實我哋講一路行啦吼，一路行工作嘅一路行，唔單止講即個觀音證嘅畫圖，吼，唔係觀音證係標即個有一個上進嘅機會，吼，對我哋咧初中啦，喺度考小學啦，小學時候冇分科哦，吼，馬個落去教哦，但是初中嗰時都有分科嘅，其實你係做美術老師係咪？你考嘅美術課，然後高中嘛係，高中美術課，係啊，佢其實對講，你即個喺轉廠裏邊咧個進展咧，個進展，係。個後來冇到啦，太學其實我博士都可以到。佢唔係幾好考呢？我考國中嘅咩初中嘅美術系統嘅，全國咯，全台灣省最多5個人嚟6個人級嘅。我考高中嘅，才5個人嚟級嘅。佢等於全台灣省能拖到你。他把1個人，他把2個人，唔係幾好考咗嘅啦。係，因為其實都希望講，有一啲另外一啲個專門嘅學校去培養高中生啦，一種嘅入場嘅嗰種陣線咧，嗬，人數越來越少。佢還有咁嘅搞掂，因為太學嘅係冇美術咧，冇音樂咧，個裡面像史泰有咩？史泰音樂比較冇多人。我都嗰度現場啊，所以要起來要考試嘅。嗰時後來都差唔多高中嘅先生一直做到退休係咪？我係最後同佢做，想從高中從國中嘅時候做到形式相同啊。我係遠遠唱係團啦，啲高中嘅我係咪攞按樣嘅模式啊？我係做睇陽山國中，都係個搞到退休。我睇陽山國中，我陽山佢按農業咩？我係開發站要嗰度發農，佢度一戰嘅話一農戰爭，嗰度美國嘅軍人啊，海軍嗰度全部睇嗰種鋼琴嘅，我嘅之前都喺嗰度招吧，所以嗰度咧發農有點賣土啊，我講係賣土嘅技術出來咧，我賺錢，我佢一張圖係買到用美金買咧，一張圖4分元當然4分元，我佢1比40， 8個元咧，我叫900人咩？我買20分元美金800啊，我買張圖都一個人叫出來，我明年買張，我穿到唔知幾多了嗬，我個人做個形狀嚟做，所以馬上就開始發，我佢嗬，當陣賺幾多錢呢？我一個人可以賺1年嘅薪水。畫圖可以畫到一張嘢賺1年嘅薪水，咁就賺下嘢話唔得變成百萬富翁誒。休息一下哦，等下得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文忠先生，佢同我哋講，營養強嘅時候啦，一整日可以賺1年嘅薪水。咁你翻下路，跟住你買畫圖路好嘅啊，路冇工作嘅啊。其實我冇做先生嘅啦，什麼人買圖啊？我咪講我唔好，我好教，我對教育有興趣啊。所以我叫佢嗬，他講我冇事冇做啊，已經薪水教育嘅時候，10年要買一件武器啊。加一件我10多萬啦，我已經可以做1年時，我1年做4年，我都買一件屋嘅，第一年我都買一件屋嘅，第2年又再買一件屋，第3年再買一件屋，買咗差唔多3、4件屋，我冇買嘅，差唔多嘅，唔怕嘅，加真要結束嘅，我個人要攰嘅，我就開始專門翻嚟做做未來教育嘅工作做下事情。其實係咪最好時嘅啦？你講我哋唔係為到成塊工作嗰時就好，變成為到興趣工作噶啦。個後來我哋文忠先生，你後來對我哋咧人生國中退休以後，你直接辦歸咪儂係咪？歸，即係啲我爸爸嗰度做老嘅咩？
这边拢也有做鬼面农。记得其实的面农有一啲佢冲太的事情啊，面农嘅反水库运动，其实嘛差不多係线上鬼去面农嘅段时间的事情。鬼面农嘅都参加扶轮沙。佢呢都有人派嘅抢眼发通嘅。有幾個小省嘅，像中央風啦、李元熙嗰度，佢上面係咧，那個，乜嘢啊？那個，而家那個人派人民調查那個農藥嗰度那個啦，嗰重要嘅工作，也就派人在講起來，對地方第二個民農做水庫啦，做從嚟講嘅，也小省咧嘛個背景啦，係嗰度好省嘅從係搞嘅嘛。參加扶輪山都提出有問題來，家做水庫做反水庫呢，來慢講啊，都開始做反嘅，都開始家出來研究怎樣反水庫，叫做蔡松林做人總理府家己個董事長伊也加入呢婦女薪資個理事長不是我哋都開了再講人說反水怎樣反啦，如果第二。那種嘅犯人有理啦，要俾人管啦，所以做嘅老師樣都咁樣，咁樣犯人，人哋都計劃咁樣犯事故，所以開始用扶輪所發起，按到所有民農嘅那個知識分子，這個，所以開始犯事故。其實冇簡單，因為可最多嘅欣賞喺教人講準書法遵循等政府嘅規定，但是後來歸去民農以後，其實喺反水庫運動可以講係我哋講嘅沙皮運動，其實幾少看到沙皮運動，伊啲對民間開始起來沙皮運動，尤其係即個係一個新生代嘅人，攞按好答咯。退休嘅咩？唔是本政府講嘅咩？所以我就開始帶頭聯合民農嘅知識分子當那個。從天明嗰度做榜樣嗰度，佢全部都歸好，又歸有代表性嘅人物咧，大家就真係開始反嘅啦。其實我唔係講歸好大，其實大家人都真係愛民農一塊地方，因為做水庫以後，有可能民農都全部沉喺啲水底下嘅。可是我哋世世代代工作嘅民農都可能都已經冇嘅吼。因為用藥，大家人贊成法做水庫呢。近日就複雜研究，民農嗰度博士呢，講民農有斷層啦。嗰個水係做起來5000公頃嘅，5000甲嘅那個天就會淹沒啦。按重嘅水大概淹沒啲斷層會變動會變太地層嗰種變起來就問題就會大啊。民農做咩起來呢？所以按啲原因，我要反水庫其實喺輪回到民農以後你會把技術發圖冇？應該把技術發圖。今日做樣發落啦，做到民農因來變咩？我係因為咩起嚟冇嘛？我就開始發民農嘅山、民農嘅田、民農嘅路街，按嗰度引到嗰度印刷一模嘅，所以我就全部發民農嘅東西。你等於你把退休嘅心力全力嚟發民農，去保留民農嘅時節。最原始，你這個心裏邊最強嘅一面啦，嗬。我係寫到睇看到嘅東西全部會發出來，第個民農嘅歷史樣嘅啦。我冇發，還以為冇人會發啊。當然咯，將按老人係咪發圖啊？個後生嘅都有看過嘅東西咯。將佢發圖全部都60年前以前嘅東西。係啊，因為嗰時就唔係米定嘅旅遊業樣機啊，嗬，冇有手機嘅人係啊。嗰時將人我記得前上一排一睇我哋國父紀念館有一啲發展係咪？睇差唔多7月13號到我哋8月7號，係啲民農向實情嘅一啲發展。像呢個發展地位最主要嘅一種展覽嘅畫作係內容係乜嘢？有3個內容啦，第一個叫民農嘅田園之美。民農講嘅民農特別農業少，因為種禾嘅、種鹽嘅、種薑嘅，乜嗰度發起來。第二個民農河。民農係咧文明嘅，每個地方我有個河壩咩？啲民農全部蓋起嚟啊，全部蓋喺個太水嗰樣嘅啊，特別係個種菜啦，特別作內容嘅，特別寫成嗰個情緒發動全部冇嘅，所以我就發個民農，特別嘅50年前、60年前嘅民農，全部全場佢發起來。對於長頭白講，佢就發到水準嗰度，差唔多1500公尺嘅民農嘅剪法體系發起來。發落嗰個民農河上一檔下都咪路街咩？
面容的体界，哦，我都从短头发开始画到新闻太桥的咧，基本上都1500公尺，所有嘅路界嘅画嘅已經，嗰無法度路界嗰嘛，全部都嚟畫嘅啊，橋嘅全部拆嘅咧，顏料也拆嘅咧，所以我在面特別嘅是面人用畫，所以我都出來是畫要上面迄個那個主題啦，要不就在結婚講個主題，就在展現面容50-60年前嘅情況嘅歷史。嗰種唔妥講嘅三個主題，唔講係顏料，嚇我哋嘅面容課，係冇講我哋嘅路界，其實都係已經模係咧，更加新嘅已經看唔到嘅是講緊嘅一啲事情。咁嗰種對欣賞嚟講，唔係用人印象去畫嘅係咪？長老裡面度嘅看過嘅全部畫出來，不過我將全部畫頭擺哦，大概用來簽面容咯。你這個有料我該畫起來咩？有先頭嘅有頭擺嘅人咯，畫起來。你做演嘅時候也係咧面容。對，這個時間好多電影，以前畫嘅地方其實更加係那更加係那條嘅。有啲個村人都係畫起來，冇做冇畫嘅，將頭擺嘅顏料啦，你嘅貨房嗰度全部畫起來。嗰種也發展地步呀，一幅畫它會有一態呀。哦，我家面個臉秀咩，種面容我都，我一張畫一幫人拆啊。係啊，因為你講嘅其實全部係個臉秀嘅畫面嚟，譬如講嘅面容好啦，冇得講嘅路嘅，全部係個臉秀嘅畫面。咁你用嚟呈現一種臉秀嘅畫面。面容好就色彩一團，色彩一團。所以咪就夾空來係咪？所以夾擺都一幫人拆，一幫藝術人拆。嗰時係啲鬼太顯嘅一啲畫作。安個路界嘛相同嘛一幫人拆，安個田野嘛一幫人拆，總共改咗300人拆啊。安個要不就叫一個滿太地方好賺啊，都接個熟個細條嘅，從路界嘅差唔多花有2-3次種啊，賺上一半。個村有嘅，個村有泛水庫嘅啦，有國寶嘅啦，或者中原嘅啦嚇。做嘛個個各村有個都可以發展出來，冇展出來就發草房展示出來。可是等於如果嗰種你這個係擺一幫人拆全部排出來嘅話，其實行業嘅時間都等於歸到我哋嘅時間嘅面容嘅嗰種風景咁樣。時光倒流呢，嚇係啊。那個老人看到個感動啊，後生嘅都唔掂嘛，佢有安尼東西啦嚇，所以解說明，應該啲面容重要嚇。嗰度從係年紀差唔多50歲以上嘅，看得出全部個感動。看到面容啊，特別啲細順嘅啦，特別像那春時嘅啊，像我做嘛嘅嗰度故事又可以講啊。啲像啊農業方面做緊啲韓式嘅養國產啦、吊怪啦、牛蛤蟆嘅都有啲經驗嘅，那就發出來。發現過真的過唔簡單，你講以前我哋常常會看我哋以前老古做嘅相片啦，嗬，它是一種嘅一種哦。同埋吼，比如話可能翕啲顏料，可能翕啲荷包頭，但是你想講幾時嘅全景，你講全景啊吼，很樣嘅其實冇辦法再看到嘅。但是好彩人哋腦筋地方印象又按好，書法又按好，文化筆按正，從我哋全部畫出來，都變成講哦，我哋都等於行業，我哋幾時嘅嘅人推面咯，等於如果你用人嘅記憶。好，還有人嘅技術，把嗰啲面容完全保留下來。結合嘅吼，後面係產生個頑皮，也上也好啊，你個面容也上也雙種也都合同嘅。希望你啲經驗嘛，能發唔出來。馬好彩，你這個保養嘅佢好，人記憶力嘛佢好。係啊，係啊，所以有啲嘢可能馬嘛記唔得咧。記唔得。係啊，嗰種有社會哦。因為你對事物的嗰種注意力啦，你這個本身天生的天分，對事物的注意力，對嗰種形象啦、嗰種體力、嗰種顏色的嗰種注意力，比較可以話有對人家故鄉有暗沉的一種影響。咁嘛，第二講其實佢家欣賞這個嘛，對我哋學生嘅地位。學校地會揀係嗰種壁畫係咪？做乜嘢做一件事情咯？我聽我講畫圖有一本生意啲啊，我以畫圖俾人看，我畫圖佢簡單啦。按樣我畫圖樣我畫咩？伊講我想畫嘛就畫嘛嘅，都話畫圖本學講看，睇面都畫面嘅風景，睇個人都畫個樣嘅風景。我全身佢畫呢，伊特別嘛畫特別風景，簡易畫阿里山嗰度。我你用山嗰度。那你做用意係乜嘅喏？你希望留下來乜東西？教育，當地人對當地是個清楚。像係簡易話，人講阿里山人個清楚啊。睇面容講阿里山，冇啲冇去過咩？
面农在画面农吼，画总政府画东门了个，他个如果去个乡土的感情会出来。我俺这个画图，他个生了可能过去，按过简单，那麻烦画啊个，还有笔画呢，哎，画两笔了个呢，过去没话说一种个很多艺术教育，生呢提出一个兴趣出来，他个都搞画图，所以俺的面农又设立一个美术奖学金，明年举办美术比赛，俺个都出钱奖学金编。所以我明年有出一本画册，一个做艺术教育，我都没弄我做教育，还是建筑科没做，做太钱唔错，教育我一生意在做下教育的事情，因对我的本心，开始我去图书馆嗰个人专嚟做出来的啦，所以我都去向你教，我讲画图，我从社会画到太学。佮是人问一下吼，像我哋今日现场有一幅画啊，一幅画迄唔知个上个资料，我冇得讲同人哋后台人讲嘅係盲人用嘅风景。有个画画吼，很多面容嘅拍马名家，也有个像特别有个故事咯，拍马名，拍马宝剑嘅故事，所以也叫我嗰度故事我讲。佮今日一件木地杯已經拆開，你咪係拆開嚟，有個門就拆開嚟，所以我發起來。故事變成講，我如果我喺書上看到有個故事，我喺現場見嘛尋唔到有個故事。佢好生意點辦下？所以我都發起來，按個特別嘛個建議嗰度嗬，當個近視人嗰度升級機嗰度，見到冇人嘅事情咧，我都特別記嚟就發出來，讓大家了解個面容嘅民俗、面容嘅歷史、面容嘅路嘅個故事嗰度，係可以全部講出來。嗰種嘢畫作地位其實佢要保留嗰種嘅面容以前嘅風景嘅地位。唔過唔係歸好面容，冇得講我哋對畫作有興趣，係咪喺邀請喺7月13號到8月7號當我哋咧國父紀念館，我哋有啲面容上事情嘅一啲畫作，我哋今日歸感謝我哋咧運動先生來到嚟現場。感謝主持人，還有感謝各位觀眾來欣賞嚇。我係7月13到8月17。我哋機會講開一個發展，一個主題做面容嘅上事情，是將面容歷史50-60年前嘅東西將發出來，希望大家來看下嘅圖，看下精彩冇精彩。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你先生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學學運動嘅時間嚟咯。我係永興，今日要教大家係環保運動，請準備兩個塑膠桿嘅，冇用到嘅，請熱好水來同我做運動嘅喲。好嘅冇，請放起來同我做運動嘅喲。更加請拿用嘅書包裝，拿好嘅係桿嘅，好。用嘅剪條，再碗片，還會綁到嘅樹皮肌肉，好，過來，好，拿出去，好，睇剪條，二碗片，3過來剪條，4伸出去，記得了冇？1 2 3 4繼續做，我剛剛嘅手臂我開始軟了哦，也可以做我們的手背哈，還有玩的蝴蝶袖哦。慢慢地做。好了，開始用下來碗片哦。好，碗另外一片，1 2 3 4，聽到我同下慢慢地做。
好，更加按下来两只手通下，减条1，你的世界搞查3，古人原本的减条4，伸出去1、2、3、4，记得咧吼，谈论线上，慢慢的走。再来哦。好，更加打出去。好，来握阳拳呢，小拳、中拳、大拳，低后背握。再次小拳、第2拳、大拳。好，谈论线上通下走哦，慢慢的通下运通，用个蝴蝶袖，线条加改好。快是流汗的哦，再加油坚持一下。好，脑背握下，来低背握的哦。好，更加握拳低背握，好，中拳、大拳，低你的前面握阳拳呢。训练的协调，好，肌耐力。边看电视，如可以不同的通下做运动，再坚持一下哦。好，慢慢的变下来，同个手臂，好，同啊变松。好，再来下一个动作，做一个上下，好，上下交叉动作。平常能睇看电视，好，有时间的时间，如可以做安尼运动。可以送个手背哈，可以的话再加上个脚，好，1、2、1、2、1、2，嘿，加油哦！再试下哦，1、2、3、4、5、6、7、8、9、10，好，慢慢的数下来，来跳起，来做一个缓和的动作，起，跳起，起。跳起，好，再最尾摆跳起，跳起，好，再来通下做减跳，还记得冇？头都搞诶，好，打出去，1、2、3、4的时间伸出去，1、2、3、4，好，慢慢的变下来，来稳片哦。1、2，记得你背囊要打出哦。1、
2、3、4。两隻手通下，好，更加兩隻手通下來減調。1、2、3、4。1、2、3、4，停頓線上通下做哦。好，再來下一個動作，同個手伸出做上下交叉的動作。好，記得個手一定要伸出來哦，能有效果哦。好，加上個腳，1、2、1、2，停頓線上通下做。加油哦！好，聽聽呢，好休息，好，同個手fin fin啊，不用鬆來。好，來延展個手哦，哈，來一樣，線上通下做，記得個手打出，好，慢慢的彎片。兩隻手壓高，用個後背，喺上面看一下，背龍打出，兩骨馬上伸出來哦。慢慢地數下來，好，來做深呼吸來吸氣。調氣，吸氣，調氣，吸氣，調氣。今日的運動能記得了嗎？好好運動，俺能下次再來了。